通知廚房。Yo， 大家好，我係通少，歡迎嚟到通知廚房。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整氣炸琵琶豆腐。用氣炸鍋去做，就唔使用咁多油去炸，非常之健康而且簡單。希望大家會試下。首先，我哋要處理好個豆腐。我今次會用到硬豆腐或者老豆腐去整，佢嘅水分非常之低，將佢切成細細件，然後喺上面撒上幼鹽，等15分鐘左右，等啲鹽發揮功效，將佢入邊嘅水分逼咗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用噶啦。如果你用到嗰啲滑豆腐嘅話，佢嘅水分非常之高，咁你就要額外做多幾層功夫去處理。而餡料方面呢，就選用一啲比較香口啲嘅肉類。我自己就會用到臘腸，如果你冇嘅話，咁你可以改用煙肉又可以嘅，甚至有啲人試過用午餐肉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臘腸呢，佢本身呢比較硬身啊，難切一啲嘅。如果你覺得佢好難切嘅話，就將臘腸用熱水煮1分鐘左右，然後將佢攤凍，再將佢切成細細粒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可以嘅話就將佢切成幼細一啲，因為太大粒放落口食嘅時候就會影響個口感啦。咁當然啦，淨係香口嘢嘅話呢，食落去就非常之流啦。我哋要加翻啲其他嘅材料呢，令到佢呢清淡翻少少嘅。我自己呢度呢，就會攞一啲啡菇落去。其實大部分嘅食譜都會用到冬菇，所以你哋當然可以用一啲浸軟咗嘅冬菇啦。喺呢條片嘅煙火嗰度就會有一個短片同大家分享點樣浸冬菇去處理冬菇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可以去睇一睇，參考一下。咁然之後，無論冬菇又好，或者係好似我咁用蘑菇都好啦，就去咗佢哋個頂啦，然後就將佢切成細細粒。仲有其他材料加落去咧，都非常之適合噶。我會建議大家加啲青葱粒落去啦，浸軟咗嘅蝦米啦，將佢切成粒都非常之香口好食噶。如果大家有糖芹嘅話呢，加少少糖芹粒落去呢，都係非常非常之好噶。然後喺一個碗入邊加入鯪魚滑。然之後將頭先切好嘅材料，連同調味料加晒落去之後攪勻。咁就算豆腐加咗鹽，逼咗啲水出嚟都好，佢本身入邊一定有啲水分噶啦。所以將指定份量嘅粟粉先加一半落啲材料度，再加埋豆腐同埋雞蛋落去，攪勻佢，睇下咩情況先。如果所有材料攪勻之後，佢哋可以黏埋一齊嘅，唔會一拎上手就散晒嘅話，咁我哋就唔使再加餘下落嚟嘅粟粉落去，否則呢，你就要加多少少粟粉落去，直至佢哋黏合為止。所有嘅材料攪勻好晒之後，可以見到啲材料黏實晒，唔會咧散開晒咁樣。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攞支鐵匙羹將佢滗出嚟，然後用手將佢哋壓成長條形。要盡量將呢啲材料咧壓到咧好似一個餃子咁嘅形狀咧，就比較靚一啲啦。喺呢度咧提一提大家，如果你發覺啲材料黏實晒你隻手，好難將佢哋壓得靚仔嘅話，咁你隻手就不妨濕少少水，但係唔好太濕。隻手咧有少少水喺度嘅時候，啲材料就唔會黏住你隻手噶啦。啲材料壓好咗之後，我哋就放喺一個裝滿咗麵粉嘅碟入邊，然後將佢哋四面上晒薄薄一層麵粉，然後我哋喺氣炸鍋入邊先鋪上牛油紙，再喺上邊放上頭先上好粉嘅琵琶豆腐落去。記得每一嚿琵琶豆腐都要保持一個少少嘅距離，因為一陣焗嘅時候佢都會有少少膨脹噶。擺好晒啲琵琶豆腐之後，我哋就喺琵琶豆腐上邊搽翻適量嘅油。點為之適量？你搽到佢啲白色嘅麵粉搽到唔見晒，咁就啱噶啦。千祈唔好諗住慳啊！冇搽油嘅地方焗完出嚟，佢唔會上色，淨係得翻白色一層粉喺度噶咋。然後就放入氣炸鍋，用指定嘅溫度焗佢15分鐘就完成啦。中間要反一次。其他嘅做法你可以留意呢個短片嘅煙火，有個食譜提供俾你，入邊就有詳細講解。焗緊啲琵琶豆腐嘅時候，我哋不妨煮埋個汁。個鑊用中大火將佢燒熱，加入1茶匙嘅油落去，
然後就加入頭先切到細細粒嘅蘑菇落去。當然你唔係用蘑菇而係用冬菇嘅話，咁就用返冬菇啦。將蘑菇大概炒佢1分零鐘左右，令到佢香味釋出之後，咁我哋就加入指定份量嘅汁料落去，將啲汁料煮滾。記得要試一試味，調好晒味道冇問題嘅話，我哋就加返啲粟粉水落去，將佢埋芡。傳統嘅做法係會將啲炸好咗嘅琵琶豆腐放喺啲汁料入邊，然之後將佢哋撈埋一齊。但係咁樣做就會將琵琶豆腐整腍咗啦，所以我寧願將啲汁煮好分開，一陣間食嘅時候點汁食好過啦。好啦，琵琶豆腐依家焗咗9分鐘左右，你可以見到佢都非常之金黃靚仔，但係未得㗎，因為個底冇焗過，仍然係非常之濕，而且仲未上色。咁呢個時候呢，要輕手啲，將琵琶豆腐反轉，再喺上面搽翻啲油落去，放翻去氣炸鍋。依家我哋將個溫度再提高多少少，焗多佢6分鐘就完成啦。琵琶豆腐終於都焗好啦，你睇下佢粒粒都咁金黃，而且非常之飽滿靚仔，睇見就想食啊！比起傳統用油炸嘅方法，佢已經係非常之少油，食落去唔會咁肥膩。再點埋頭先我哋煮好嘅醬汁，個味道真係冇得輸啊！佢外脆內軟，食落去仲有啲臘腸嘅香味。如果你加埋蝦米同糖芹嘅話，我包你食到舐舐脷啊！最後嘥多你30秒提提你，食材嘅份量已經寫咗出嚟啦。睇唔切嘅話就喺上述嘅網址重溫。要知道我啲食材用咩牌子嘅話，就睇睇呢個短片嘅info。睇晒成條片都仲有嘢唔明嘅話，歡迎你嚟到我 Facebook 嘅專頁或者 YouTube 呢度留言俾我。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短片，希望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我嘅頻道支持下我。訂閱完之後記得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喎，咁樣你先會收到我最新嘅通知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